家己老人人口袂少，不过即马受到疫情的影响，所有的服务中心拢暂停开放。地区袂少的济伙人送饭菜去因兜的需求嘛，得咧增加。直播的时间到啊，照顾者用手机来放送直播影片，都是大看。影片的内容除了教老大人，嘛有一寡课程提供给家庭照顾者，教因安怎排解老大人因为无法度出门的不准，减轻照顾者的压力。在家里要常常要睡觉啊，无休息就爱困啊，所以安尼加减查太济啊。即马你遮有书信的时，阮会当加减用我看，加减有用啊，对他帮助很多了。都是希望能够继续维持长辈他们有的这一些功能，也让他们透过这样的一个训练哈，能够找回他们在日照中心的这个生活的步调。服务中心表示，这站受疫情影响，据点暂停开放，除了老大人无所在通去，过去需要伫据点食饭的高大徛老人，即马更加需要送餐志工的服务。而且伫疫情期间，这些志工除了送餐，嘛要随时注意高大徛老人的状况。这后边无卡呢，无法度出去食。我会问说阿伯啊，你敢有过去看医生？啊，你身体状况安怎？啊，就是因为他的身体状况嘛。服务中心强调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这段时间居家送餐的需求有咧增加，但是送餐的志工却无法度按照长照人员的条件来做疫苗，嘛希望相关单位会当协助处理，保护这些志工维持长照系统的运作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